政府规定买喙暗要用正名，已经一礼拜，一寡人也是烦恼买无喙暗。新北市三林堡一间合法的喙暗工厂，无予政府征收，私卡的卖喙暗，煞予民众检举。调查局落尾去查封，依照传染病防治法，调查业者敢有囤货，也阁有敢有超工吊关价情形。像这款工厂，也阁有51间。经济部讲无禁止袂当卖，避免阁有争议。为今仔日起，合法的工厂生产的喙暗，国家拢会慢慢收。工业园区内底，这间铁门拖落来做喙暗的工厂，看起来就甲普通的邻家厝同款。不过内行的民众拢知影，要买喙暗来遮着无唔对。在过年前，我女儿感冒的时候，我有跟她买了1盒回去给她。我们当初的时候是4块钱，然后晚上我们不知道啦，5点就下班了，所以不清楚。遮卖喙暗介绍真实在，附近的民众食好到小报，结果互人检举。调查局随派人过去查，尾啊防查封。三联堡这间做喙暗的工厂有医疗许可证，会当合法生产医疗用的喙暗。伫武汉肺炎爆出来了后，煞无互政府征收。喙暗欠货这段时间，一包100块卖500块，一个人一届上济买2包。调查局甲卫生局的人过去稽查的时阵，敲到普通的喙暗14外万块，佮医疗用的喙暗91外万块。怀疑业者有超工囤货，要甲介绍压悬的嫌疑。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约谈侦办。外界即马嘛想要问讲，有合法煞无互征收的工厂，私底下卖喙暗，到底敢有算是踏着红线？可不可以在外面贩卖？基本上呢，没有特别的禁止，但是我们希望在防疫的时候能够投入防疫所需。那也跟各位报告，我们经过查厂之后呢，就会发出征用书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出面解说，讲全台湾做喙暗的工厂有80间，现阶段有29间互政府征收，剩的51间，即马拢真烦恼家己，唔知影是唔是会违规。政府嘛决定为14号开始征收，避免各出现争议。有些厂商因为没有被征用，那也这样有一点进退维谷。所以我们在尽快评估，把这些所有的有在生产合法生产的，我们都会纳入征用。若敲到的迄正100万块喙暗，到底是业者超工囤货，还是早就已经生产好煞卖袂出去？检调单位一定会查清楚，避免合法的喙暗工厂无代无志去害这个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